大家好，我係共融文旅測評計劃影片剪輯師 Perrin， 今日希望同大家分享香港共融文旅測評計劃背後嘅剪輯小故事。文旅紀錄片係由 SEN 個體以第一身方式，用自己嘅語言同埋現場拍攝嘅畫面，帶領觀眾感受同埋經歷 SEN 群體喺文旅中遇到嘅挑戰，更加明白 SEN 個體嘅內心感受，藉此加強社會各階層人士對 SEN 群體嘅包容同埋接納。每一集從實測到成片，喺幕後都係拍咗好多個鐘，行咗好多路，有時拍攝都會遇到困難。我主要負責後期嘅製作，挑選最精彩嘅片段，剪輯成為10分鐘嘅短片，再用心加中英文字幕同埋配樂。多謝大家嘅支持，一齊繼續關注共融文旅。